咱先唱第一节，到第一节，无。哎，请琴。好，这位来。机关兄弟万里闯王，本为金色公亚的，我今乱兄弟乱万里，平情海我不还罪，天美女，天美女，与你紧紧与期望。咱真了解一个旋律吼，啊，毋过对第二节开始就有无共款的歌词吼，咱来读好无？后面有对敌在对入，头前有冲狂红海，内心充满惊吓摇移，吐气埋怨大悲哀，人生亲像行到尽头。自由减袂有起头，自由减袂有起头。战斗人生毋捌停止，袂捌见真正统帅。早捌看见分条火条，保护引带来军队，勇气顺服克服惊吓。即时即景应笑脸。即时即景应笑脸，行过红海，双脚袂担，海水提起正大地，对入战车马兵全灭，选民进入自由地，欢呼大赢，欢呼大赢，感谢俄勒永袂停。好啊，这等下牧师会带吼啊，所以。咱来唱罗马首的歌，《俄勒天悲万福本愿390首。好，这位来。俄勒天悲万我本愿，我灵给我进来教授。俄勒亚萨留我催还，催我永不将你万关。第一次搁一摆。俄勒天悲万我本愿，我灵给我进来教存。好，练习到这，啊，请有带手机啊，关机也是关做震动。
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勒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勒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三角用圣诗第273首，至圣的主宰上帝是圣，来俄勒主上帝，请起立。咱犹原徛伫真写用新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专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三甲交读启应文第9篇。地甲地上的万米，拢属上主。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什么款人会当上上主的山？就是手清气、心纯洁。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这款人祈求上主。
城门啊，就拍开。应邀的君王要礼拜，这位应邀的君王是什么人？伊是百姓百姓的上主。城门啊，就拍开。应邀的君王要礼拜，这位应邀的君王是什么人？伊是应邀的君王。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上帝啊，圣在，圣在，圣在！你是荣耀、尊贵、甲权能的主宰，对你神圣的光照，阮心灵甲基罪的本性，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牺牲，洗清阮的罪。互阮甲主结连来建立合宜的关系，在阮的性命受改变，成做你圣洁的子民。现今阮所拄着的困难，包括国家的处境、政治甲社会的混乱、经济甲生活的压力，阮将这难题摆列伫主的面前。求主存圣手引带台湾的前途，帮助阮的领袖用公义甲智慧管理这片土地甲人民，搁让阮明白阮受竞选的职分，通过阮的疼心、关怀甲公义的行动，成做福音的出口，互世间人斗阵来见证你奇妙的大能力甲作为。也求主顾念阮是软弱的本体，当阮面对身躯病痛、心灵的忧伤、工作甲生活的困境，感觉无出路的时，亲爱的主啊，你拢知阮大家的需要，求你将阮牵条揽条，引带阮保护阮赢过这一切的患难。使阮心内有平安甲喜乐，无袂记主，你是阮伫旷野中唯一的力量，唯一会当带阮脱离困境的愿望，互阮快跑军队里，永远无放弃。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主眺望基督。主眺望基督，光求你眺望求，主眺望基督，主眺望基督，眺望困求的声。家庭诗班用伟大的救主来学乐上帝。
听听圣经的话，记载伫出埃及记14章19到31节。19节，上帝的使者本来行伫以色列大队的头前，迄时刷去因后面，云条嘛对因的头前刷去后面，来伫埃及营甲以色列营的中间。埃及营互云搭得变做黑暗，毋过以色列营暝是有光，两边规暝袂当接近。摩西伸手记海。上主互真强的东风吹规暝，互海水提去，海成做大地，水分做两边。以色列人落海中行大地，水伫因的双边成做墙壁。埃及人追猎因，埃及王所有的战马、战车甲马兵，拢对因落去海中。到天要光的时，上主对云条甲火条的中间压落看埃及的军队，拍乱因的队伍，互因的战车的链仔夹条的，行袂去。埃及人就讲：咱着赶紧走，离开以色列人。上主为着因来拍咱。上主甲摩西讲：你伸手记海。互水倒转来淹埃及人，因的战车甲因的马兵。摩西就伸手记海，到天一个光，海水恢复原状。埃及人逃走，毋过上主将因车落海，海水流倒转，甲战车甲马兵淹没。入以色列人落去海中的埃及王全军。无一个活地，总是以色列人伫海中行大地，水伫因的双边成做墙壁。迄日，上主安尼解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到埃及人拢死伫海边啊！以色列人看到上主用大气力对付埃及人所做的事。就敬畏上主，佮信服上主甲伊的仆人摩西。咱斗阵来念今仔日的经句吼，就是上后尾即节。咱斗阵来念2摆。以色列人看到上主用大气力对付埃及人所做的事，就敬畏上主，佮信服上主甲伊的仆人。摩西出埃及记14章31节，搁一摆。以色列人看到上主用大气力对付埃及人所做的事，就敬畏上主，佮信服上主甲伊的仆人。摩西出埃及记14章31节。今日大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战斗人心，百计统帅。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当阮来到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敬拜甲懊恼，阮听你的话语，阮看你的所做，也互阮清楚知，踮伫阮的人生中间，无论踮伫什么款的境遇中间，你拢正做阮的主宰。愿主亲自带领阮，互阮步步看见你的恩典，互阮每一日。阮对你的话来活，也领受新的活命。同齐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性命来求，阿免。也这来平安。前几日踮伫网络顶面看到有教会青年咧发起一个投票的活动。这个投票的活动，伊咧问讲吼，请问踮伫圣经内面，除了耶稣这个故事以外，倒一个故事恁感觉上界熟悉？侪人开始投票啊，毋知影咱会投倒一个。有人投约瑟，有人投迄个巴别。结果到伫上尾投票上界第1名，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节，就是摩西过红海的故事。这个投票会到伫遐悬，当然除了伊本身这个故事有真强的戏剧性以外，
更较重要的是，这对整个以色列人来讲，摩西过红海是因点伫自细汉到大汉整个民族不断地讲起的故事。透过这个故事，人得到塑造；透过这个故事，人会记得上帝的恩典一直咧引带因。同款对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来讲，咱自细汉到大汉，踮伫教会中间，咱对主日学到伫青年，到伫大汉，咱一直踮伫教会中间服侍，读上帝的话语，咱也一直咧听上帝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帮助咱更较清楚知，咱的性命到底要往对去，咱的性命到底要怎样看见上帝藏伫咱性命中间的好调。所以摩西过红海这个故事真重要，是因为伊塑造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所以这个故事到底要对开始咧？这个故事对摩西领受呼召开始嘛？对摩西领受呼召开始，以色列就进入到伫一个无法度按算的路程中间。因为迄当时以色列人拢咧安怎？因受埃及人的奴役，因受到埃及人的奴役，所以踮伫遐咧做遐的苦工。这个人愈过愈辛苦，愈艰苦，一直有济哀叫的声音。所以上帝听见这个声音了，爱摩西安怎？互你一个任务，你爱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对摩西来讲，我敢真正有法度，我敢真正有法度做这件代志咧。但是无论安怎，摩西就是爱去行这条路。摩西去见法老，伊讲：你爱放我的子民离开。结果法老有啥物反应？圣经咱会一直读到，讲法老的心安怎？真硬。法老的心真硬，所以无论安怎，伊拢无想要放以色列人走。所以经过足侪的事，等于是两边敢是上帝甲法老咧安怎咧相战。上帝的气力甲法老两个人伫遐咧争战。法老所代表的是，迄当时世界顶悬上界强、上界大的权力，但是有另外一个王赢过这一切，所以因两边一直咧相战。直到伫遐10个灾的了后，法老总算好吧，带你的人出去啊，带恁的以色列人出去吧。因开始要迈向自由。圣经继续读落，这个故事对咱讲，因遐到底有偌济人？至少敢若查甫人都已经60万了，敢若查甫的都已经60万，超过遮尔济的人，因离开所徛起的所在，因徛踮伫埃及地几冬？430冬。因踮伫这个所在已经生活430冬。整个的民族超过几百万人，加上女性、加上囡仔，已经是超过100万人。这个人全部要迁徙，咱敢若家己一个家庭要搬厝，都已经足艰苦啊。搁较免讲，这超过100万的人全部拢咧迁徙，尤其因即马要迁徙的所在是上帝甲因讲的。敢若上帝甲因讲，你要去一个得到我所应允的所在。但是因完全毋知去到伫遐会发生什么情形，完全毋知我离开了后我会拄到什么。搁较重要的是，遮个人徛起踮伫埃及430冬的时间，因敢真正认捌上帝吗？因敢真正认捌上帝？已经有真长的时间，已经有真长的时间无踮伫原本的所在。已经有真长的时间，一代过了，搁一代，哪亲像遮个人已经无法度搁认捌这位上帝。现在只不过是一个人叫做摩西走出来讲，我要带大家出埃及，我要带大家进入到伫一个应允的所在，要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所有人都对伊一步一步要向前行，这毋是咱有法度想象的。对遮个人来讲，因行伫即条路顶面，等于是因行伫一个无任何一个人知影我的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但是，这是因咧一直哀叫所得到应允的代志，敢毋是？因一直咧哀叫，
一直做努力，感觉过了真痛苦，所以即马因就是要行出去。当因行出去了后，每一日因看见什么？有云条，有火条，惊踮伫因的头前，带因继续向前行。这个人向前行的过程，一开始看起来确实有上帝恩典，确实有上帝恩典，因为上帝咧保护咱。但是一步一步咧向前的时阵，咱毋通袂记，埃及王敢遮尔紧就放因煞嘛？埃及王犹原是世间上界重要的势力，伊只不过是一时拄着挫折，所以好啦放因走。但是当因想起来了后，埃及王开始咧想：我到底做啥物代志？我为虾物要放遮的？为虾物要放遮的人走？遮个人踮伫我的国家内面，因会当做侪事呢？现在我失去遮个人是失去啥物？做工的人啊！我就失去一大阵会当做工的人呢。我为虾物要互伊离开？所以随时埃及王调集所有的军队，准备要来对击以色列人。遮个战车，遮个军队非常的紧，一直咧冲，一直咧追，一直咧追。以色列人用要互因所对击着。若是你是以色列人，看到这个情形，你到底安怎想？我哪会选这条路啊？我哪会安尼选择？我对上帝，你摩西，你甲我讲上帝，但是上帝到底什么人？上帝到底什么人？我毋是遐尼了解上帝到底什么人，敢毋是？啊，我为虾米会选这条路？啊，咱即马行出来啊！咱即马行出来啊！后壁遐个军队若是捉着咱，现在我必须爱死亡的。现在我所要面对的是，我一离开我感觉安全的所在，我咧面对的是灭亡。以色列人行上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因对上帝的认捌嘛是点点滴滴、一步一步咧累积。是因咧选择，因选择讲，我莫搁继续做努力。我知影我无要搁继续做努力，但是我并毋知，除了做努力，我要得到自由的时阵，我爱付出什么款的代价？所以开始咧埋怨啊！所以开始咧埋怨啊！无论是云条、火条，一直行伫因的头前，因嘛共款，因继续咧埋怨。咱到底为虾米会做这款选择啊？咱为虾米会安尼选择？因就开始摩西埋怨讲，为虾米要带阮出埃及？啊，阮离开的时阵，毋是早就甲你讲啊，踮伫遐是苦，但是毋是安全的吗？做努力毋是比死伫旷野搁较好吗？后壁面对遮尔济的军队一直咧甲因虐，现在头前因搁拄着啥物？搁拄着红海，无论安怎看，咱拢无活路啊！咱拢无活路，煞接有一个惊吓的心一直打我，有一个惊吓的心一直踮伫因的性命中间。这个惊吓致到因咧埋怨，这个惊吓致到因开始发出埋怨的声音。这是以色列人的处境，有时这嘛是咱每一个人的处境，敢毋是？咱埋怨足侪代志，咱埋怨讲啊，为什么迄当时踮伫我的人生中间，我会做这个选择？咱会埋怨啊，我哪会？好好的生活袂过，我要行现在这条路。咱有侪埋怨，有时当咱也接受到一个新的任务、新的使命的时阵，咱嘛开始会有一寡心内底甲上帝争战的过程。所以有的人才会讲，人生其实是一场搁一场的争战。人生是踮伫争战的过程中间，咱咧敲吹。到底上帝放伫咱生命中间真正的使命是啥物？咱一直咧找，一直咧行，也面对一个搁一个困难，面对一个搁一个挫折，甚至到伫有时阵，咱心灵拢软弱，所以咱埋怨。
就算讲咱自细汉开始，一直踮伫教会中间，但是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犹原埋怨，咱犹原感觉啊，这个代志遮尔困难，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代志都毋是遐尼顺，为什么我要安尼选择呢？当上帝的使命临到伫咱的时阵，有当时啊，第一个反应是啥物？咱毋是欢喜接受呢？当上帝使命临到伫咱的时阵，咱定定头一个反应是我要拒绝。我会拒绝，我会开始想要撒互别人，然后佫会安怎？你佫会生气，定定佫会生气啊？为什么？我就讲我无爱，为什么佫要互我做？咱会有足侪负面的情绪，一直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敢若看家己。袂记你看上帝，咱会讲敢若看家己，敢若一直咧想讲啊，我哪会安尼选？啊，我哪会忽然间爱做即件事？咱袂记你去看上帝，所以，互迄个惊吓所捆绑的时阵，咱的心敢若有埋怨。当咱的心一直咧埋怨的时阵，就算讲咱踮伫教会内面，咱真做一个军队基督的人，咱也共款，咱会袂记哩福音怎样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咧发动。所以咱定定讲要传福音，咱定定讲要传福音，但是真正上大的问题是，咱的生命中间敢有福音？我毋知咱敢有想过这个问题。咱要人传福音，但是踮伫咱的生命中间，敢有人会当看见咱的生命实在有福音的开力？这个福音的开力，帮助咱赢过每一个惊吓，帮助咱赢过每一个埋怨，互咱是欢喜去领受每一个上帝所交托的使命，毋是拒绝，毋是撒互别人，毋是对别人生气，毋是踮伫遐一直咧冤家。福音敢真实有踮伫咱的生命中间？福音敢真正有真实踮伫咱的家庭中间吗？所以以色列人一步一步咧向前的时阵，因也咧见证一件事，就是人生是征战，要得到自由是征战，要行出埃及人的统合。这是征战，咱必须爱相信上帝是咱的统帅。咱爱相信讲，咱是做伙行伫上帝的军队中间，一步一步咧向前。福音踮伫咱的生命中间的时阵，这是一个征战的过程。无论咱认捌耶稣，认捌上帝有偌长的时间。咱每一日拢咧面对这个世界的势力，甲咱咧征战。所以当行到伫红海，行到伫红海的面前的时阵，咱会惊吓，因为后壁埃及王的军队随时就要过来，随时就要将咱吞噬。头前是红海，我到底要安怎过啊？当因咧埋怨的时阵，摩西只好来到伫上帝面前，摩西敢心内底拢无埋怨嘛？同款啊，上帝，我毋是一开始就甲你讲啊，我是甚物人，我哪有法度会当做这件事？这个人一直咧埋怨，一直咧埋怨，上帝甲伊讲啥物？勇敢向前行吧。当你举起你手内底的这个杖。海闭过去的时阵，这个海水就一定会分开，恁会当行伫大地顶面。这个画面咱已经真熟悉，透过侪无论电影，透过卡通，透过侪画面，咱知影这个画面，就是当摩西举起来的时阵，开始有东风一直伫遐咧吹，一直伫遐咧吹，然后看见海开始分开，看见海开始分开了。以色列人必须爱行过去。以色列人开始一步一步咧向前，一开始还阁惊讲，
敢若骹小可单单，敢真正拢打嘛？一步一步咧向前，一大群人做伙咧向前。现在因的眼光，敢若有法度看见眼前，敢若有法度看见头前，无法度搁去要义讲后壁遮的军队到底什么情形？因只会当不断向前来行。就踮伫向前来行的过程中间，上帝伸出伊的气力，互整个埃及人的军队开始陷落踮伫混乱的中间。然后，当以色列人行过去了，这个海水佫开始收煞起来，所有的埃及人的军队踮伫遐，迈向灭亡。当因经过了后，以色列人清楚知，咱的性命是上帝在掌权。因开始清楚知影，上帝是咱的统帅。上帝是带咱踮伫人生中间不断地精进的统帅，因为上帝是咱的统帅，所以咱会当赢过一切。因开始重新一步一步建立对这位上帝的敬拜。经过430冬啊，经过430冬啊，透过上帝的罗卜摩西，慢慢敲吹。对这位上帝的敬拜，然后因要迈向真实的自由。这个故事踮伫以色列的民族中间，一直讲，一直讲。每一代的人拢爱一直讲这个故事，因为透过这个故事，整个民族因一直咧传承讲，咱爱会记哩，上帝是咱的主，咱爱会记哩。无论踮伫什么款的境遇中间，上帝必然要帮助咱。但是对今仔日的咱来讲，咱清楚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经过这项事了后，敢真正都无代志啊嘛？就算讲经过这件代志了，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保护，有上帝为了咱精进，互咱赢过一切的对敌，但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信心犹原毋是遐尼完全。踮伫旷野，踮伫济所在，当佫拄着困难，佫开始啊，不断咧埋怨，不断一直咧讲啊，上帝，你真正为虾米带阮到伫即款境界？佫继续攻击摩西，你为虾米佫要带阮出来？咱会当不断看到，就算讲经过这个事了后，因一直拢踮伫新的精进中间。这是以色列人的故事，也是咱的故事。伫咱的生命中间，检测咱嘛捌经验过真重要的时刻。伫迄个时刻，是咱甲上帝三拄的时刻。迄个时刻有可能是咱决志讲我要受洗的时刻。迄个时刻嘛有可能是我拄着困难，我得到医治，我会当重新阁爬起来的时刻。这个时刻拢决定了咱的一生要跟对主。这个重要的时刻嘛决定了我的人生会做出一个甲过去完全无同款的选择。但是这个故事敢一直咧塑造咱嘛？这个故事敢一直咧帮助咱，互咱愈来愈顺服，互咱愈来愈谦卑。互咱愈来愈知影讲爱观看上帝的带领无？这是咱生命中间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我毋知对咱来讲会是虾米事。这段时间有机会甲一寡大专生来分享，有一寡大专生来到伫台南遮读册，看到因的时阵，我开始想起。我一开始到底是安怎读大学？我一开始去到大学的时阵，我到底阁怎样参与踮伫团契的中间？看到因，哪亲像看见可能已经20几年前的家己，我就开始咧想，到底青年人踮伫这个时代中间，因需要啥物？
我就想到讲，头一日去到伫大学中间，其实所有人拢真惊吓。头一日所有人拢真惊吓，因为毋知影进入大学到底是一个什物款的情形。至少踮伫国中甲高中的时阵，学校拢已经替你备办好啊，对无？至少踮伫国中甲高中的时阵，大概咱逐工会发生什物代志，是已经定着。但是到伫大学，你必须爱家己去选你要上什物课，你必须爱家己去找你的教室到底踮伫什物所在，然后熟悉一阵新的人，迈向一个完全无法度按算的事。咱踮伫大专的时刻，有的人是出外离开家己的家，有的人离开到伫坐无共款的所在，迄是一个完全青分的环境。我毋知踮伫迄个时刻，你会安怎去面对？伫我大一的时阵去到伫团课，听到一句话讲：大学的时刻，你永远爱有新的梦想，你爱有新的梦想。然后踮伫即个时刻，这4冬踮伫遮的学习，会互你成做一个完全无共款的人。你成做一个无共款的人，是因为上帝咧带你一步一步向前行。面对一个你完全无熟悉的环境，面对一个你无法度搁按算，你会当检测，你会当得到自由的时刻，但是你的生命中间，上帝已经放一个梦想，爱你一步一步搁向前行。最近甲遮的大专生咧分享的时阵，我想起遮的话，我也甲因咧分享讲，恁来到伫台南，恁来到伫教会中间，恁来到伫学校的中间，上界重要的事是。恁敢相信，上帝必然会带恁迈向一个恁毋捌想过、毋捌行过的路。踮伫遮，恁永远会当有新的梦想；踮伫遮，恁永远会当勇敢去跑走。尤其踮伫遮，恁永远会体会到是主的福音带恁来向前。对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来讲，也是同款。无论咱现在踮伫什物款人生的阶段，上帝放伫咱生命中间的梦想到底是甚物？到伫这个年纪，咱敢真正犹原是一个有梦的人吗？上帝放伫咱生命中间的梦想到底是甚物？咱受到侪项事所束缚掉，有侪烦恼。我的家庭烦恼，我的工作烦恼，侪事，受到侪物件所束缚掉，咱还阁有梦想无？咱还阁有新的开展无？就算讲踩伫咱头前的就是红海，踮伫咱的后壁是侪咱的困难，一直要入来，是咱的健康，是咱的病痛。是咱生命中间侪的烦恼，一直要入来，甚至要甲咱遮去。踮伫头前，咱无法度阁看见新的未来的时阵，真做一个基督徒上界重要的是，咱的生命敢还阁有梦想。这个梦想是甚物？是福音踮伫咱生命中间的开力，带咱一步一步向前，看见这个红海确实会分开。红海确实会分开，当咱行过去的时阵，上帝的疼永远存在。这北岛也踮伫咱的教育大楼已经足侪冬的时间，对无？咱定定出日，我毋知影咱有用偌济时间徛踮伫这北岛的面前去观看。到底摩西过红海要对咱讲什么？咱会带人客经过的时阵，踮伫遮翕相；咱会带人客来的时阵，人讲啊，阮教会有一北道踮伫遮，是一北道踮伫遮已经30冬的时间，用要30冬。咱敢有详细看
即幅图到底对咱咧讲啥物？以及为什么伊会出现点伫遮？到底为什么伊会出现点伫遮？当然，咱有侪答案，但是上帝的答案是啥物？到底上帝的答案将即幅图放伫遮，然后经过遮尔济冬的时间，咱过去这前半年咧做修复，到底伊出现点伫遮的用意是啥物？咱敢有清楚知影？这个故事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决定性，因整个民族得到塑造的过程。是重要的时刻，互因愈清楚知影人生的精神，上帝咧带因行。当即幅图会出现点伫遮的时阵，敢有受到这个提醒，就是摩西过红海这个故事，共款咧塑造咱的教会，咧塑造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点伫以色列人的性命，也点伫咱的性命中间，都是无论现主时的咱会拄着什么款的挑战，会受到什么款的压力，受到什么款的病痛所捆绑。但是上帝永远是迄个带咱精进的上帝，上帝是迄个永远互咱有梦想的上帝，上帝永远互咱会当搬过一切的困难，这就是咱的信仰，这就是咱的福音。咱的性命爱活出真实的福音，无咱无法度让人见证上帝的伟大。一代过了，搁一代。摩西过红海的故事，点伫以色列人的中间。一代过了，搁一代，即幅图也点伫遮，对每一代的人讲话。那亲像咧提醒咱，人会有信心无够的时阵，人会失信，但是上帝永远值得咱信靠，上帝永远存在，上帝永远是咱的主。伊已经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带咱要得到永远的奖赏。人生是一场搁一场的征战，但是咱知，上帝就是咱的统帅。经过几啊十冬，经过100冬，上帝永远带咱征战，咱会当得到胜利。摩西过红海的故事，会一直成做咱生命的帮站。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战斗人生，目见统帅，对兵伫后头，红海伫前头，惊吓伫内面，埋怨伫外面。人生若亲像行到伫尽头，自由减有起头。战斗人生，未捌天晓，小未目见，真正统帅。早捌看见，分条黑条，好友真惊。提起勇气的时，定心顺服的时，搬过惊吓的时，即时即景，将咱袂记哩。地南的双脚，尖打的土地，隐目的对兵，欢喜的浪潮，必然袂晓。透过这个故事，咱会一直一代搁一代，若亲像欢喜的海浪共款，永远踮伫咱的生命中间，永远踮伫咱身躯边的人中间，带咱向前行。现主时，红海可能踮伫咱的面前，总是咱必然会当行过，因为上帝是咱的统帅。请咱同齐来吟这首圣诗622首，至大上帝管理带我。
亲爱的主上帝，踮伫阮的人生中间，确实也有一个那亲像摩西过红海重要的时刻。伫迄个时刻，阮知你是阮的主；伫迄个时刻，阮知阮一世人要来跟对你；也伫迄个时刻，阮清楚知影，无论踮伫家己的生命中间会拄着什么款的困难甲挑战。你永远是带阮向前前进的统帅，阮必然会得到胜利，是因为你赢过这个世界一切的权势。当阮三主一点伫遮，阮也搁一摆告别阮的信仰，愿阮的一生永远行伫上帝的路，愿阮的一生通过上帝你的故事来塑造阮。虽望有时，阮亲像以色列人，阮会不断踮伫软弱甲惊吓中间，总是你的恩典，你的疼，必然要赢过这一切，互阮的生命通成做一首欢呼的诗歌，那亲像欢呼大鹰一样，永远袂停歇。愿你引带阮，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的事工，咱大家同齐来分享。咱即礼拜拜三圣经学堂，咱的进度进入到伫使徒行传17章16节到34。所以请咱会当踮伫线顶做伙来看吼。好啊，最近咱教会有侪无共款的讲座，有侪演讲吼，所以咱拢整理踮伫咱的周报中间，遐有一个表格，遐互咱看互清楚，咱会当照咱的意愿、照咱的感动来参加无共款的讲座吼。好啊，过来
9月27号，咱搁一个礼拜的圣经学堂，咱会有实体吼，所以咱伫大礼拜堂会当邀请咱迄一日会当做伙来参与。好，搁来咱10月15号，咱的亚华礼拜已经开始咧报名吼，所以邀请咱兄弟姊妹，咱若是会当参与的，咱会当赶紧来报名。咱的报名会到伫10月初1来截止吼。咱即摆的亚华礼拜会特别到伫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这点伫安南区。咱教会甲中做伙会踮伫遐有一个小小的展览，所以咱的亚华礼拜也是这个展览的开幕礼拜。所以邀请咱会当做伙踮伫遐来参与。因为咱下晡的行程会去到伫迄个山上的迄个水稻博物馆。因为迄有台南市民的票吼，所以请报名的时阵。如果咱是台南市民的吼，请咱爱写咱的地址，因为咱到时就将规个名单来摕互迄个水稻博物馆遐，伊有一寡折扣吼，所以会当请咱来注意这个消息。好爽到嘛有咱无共款推广课程的消息嘛，拢记载踮伫咱的周报遮，欢迎咱会当做伙来看吼。好所以等下。头一个活动就是咱今仔日下晡3点到4点，卫武营有一个推广管风琴的推广课程，踮伫咱的大礼拜堂遮，所以这是卫武营甲咱的合作。今仔日下晡3点，所以若是有兴趣的兄弟姊妹，嘛会当做伙踮伫今仔日下晡来到伫大礼拜堂遮。所以以上做遮的报告。好今仔日咱有昨踮伫太平境教会有一个音乐会咱有郑伯仁医师阁有蔡瑞章医师、邓丽珍教授蔡瑞生医师甲戴玲玲姐妹，因拢做伙来到伫咱的教会中间，互咱拍破欢迎因，好，请因会当徛起来，会当做伙来欢迎因。好，阁有一位，这是黄子田是无？伫咱做伙欢迎伊。就是安的朋友吼，介绍伊来到伫咱遮来聚会，所以欢迎咱会当来到伫咱教会中间同齐来敬拜，咱踮伫礼拜三以后，咱会当继续有活动甲交易。上演圣诗390首，请起立。受上帝祝福，愿咱对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大家三地地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